在神聖與工藝之間，唐卡畫家持明法解老師，從信仰、美學到微型唐卡的修行之旅，進台北中正丘臨沂街巷弄裏的經綸會所。展牆上那一抹礦彩與歐金的光，讓人下意識放慢腳步，湊近細察紋理，甚至端起放大鏡檢視住方寸間的微型畫作。這裏正在展出唐卡畫家出家師父持明法解的個展大同世界，在國際拍賣會上把唐卡當成重要的歷史文物。而另一頭，在蝦皮、臉書的直播中，許多電商平台網紅把唐卡說的活靈活現，變成招財祈福的護身符。在這兩極拉扯中，持明法解師父的作品像一條通往秘境的小路，不急住買神奇，也不急住解釋靈驗，只把觀者靜靜地拉回一個根本的問題：唐卡該從何欣賞？本次記者親自觀展並專訪持明法解師父，以4個關鍵提問整理出一份給一般讀者也能讀懂的唐卡入門地圖。一、如何欣賞與理解唐卡藝術？兩條路，信仰與美學。唐卡其實一直有2個入口。持明法解師父曰：第一個入口從宗教信仰出發，在修行脈絡裏，唐卡不是裝飾畫，而是觀賞所依。本尊的比例、手印、法器、顏色都有傳承系統與規矩。它的功能是讓修行者在形式之中收攝心念，把散亂帶回專注。第二個入口從美學與工藝出發，即便沒有宗教背景，唐卡依然是一門高度成熟的繪畫工藝。白描線條的穩定，切色層次的耐心，礦物顏料的沉住，歐金的乾淨利落，背後是長年訓練與時間成本。師父形容，不管你懂不懂，只要你願意駐足，靜靜地看它3分鐘，但很難不被那份細節與顏色分的層次，還有閃爍的光影打動。他提醒2條路都成立，真正的混亂來自於市場上把大量複製的商品型的唐卡加諸了許多粗俗的神秘色彩。這是招財的，這是避邪惡的，這是開智慧的，而作品本身卻無法呈現出相對的藝術水平。魚目混珠之作充斥市場，這樣的蓬勃發展是令人擔心的。2、微型唐卡為何流行？是聖物還是藝術品？近年微型唐卡成為熱潮。3.5公分 x 4.5公分的掛墜盒裝小唐卡，隨身佩戴款式，這幾年快速流通。師父不否認這是時代現象，現代人希望能夠隨時得到神奇力量的加持，但他強調微型唐卡並不是縮小而已，在繪畫功力上是難度更高，要更謹慎。1、微型唐卡是聖物還是藝術品？師父的回答很清醒，要先看它的生成方式與被使用的脈絡。若是依傳統訓練完整、手繪比例嚴謹、創作動機端正，且後續有恰當的供奉與儀軌脈絡，它可以是修行所依，可以快速量產，以神奇靈驗話術作包裝。市場上其實有99%是這類的作品，它更接近商品，可以被佩戴，但顏色、位置、比例不是有問題，就是用半成品的印刷畫布，再請廉價的工人上色，並非原創作品。2、無法打格，無法度量，全憑構圖功力，是否具有加持力？師父指出，微型作品常因尺幅過小，難以打格定位，難以精準量體，全憑畫師是否已把比例與構圖內化成身體記憶，這是白描基本功與定力的試金石。至於神聖的加持力，他不走神秘路線，加持力不在尺寸，也不在價格，他更在意的是畫者當下的心念是否專注，是否清靜，是否以恭敬與利他之心完成作品。作品會留下訊息，有的讓人覺得恬靜安定，有的則顯得渾濁浮躁，而這種差異很多時候一般觀眾也能直覺感受到。
3. 剛入門者如何欣賞與選購唐卡？先相認，再判讀，別急住問多少錢，值不值。師傅給新手的第一句話是：先學會靜下來。他建議用2步走。第一步，先看相認。若你偏信仰路徑，選你最能安住、最能生起恭敬心的本尊形象，你在畫前能否自然沉澱、安靜下來，是很重要的線索。第二步，再看工藝。若你偏美學收藏路徑，可從幾個直觀面向入手：線條是否穩，是否有力而不雜亂，切色是否明亮，層次是否耐看，勾金色塊之間是否乾淨利落，不裝不糊，臉部表情是否慈祥，身體的比例是否協調，與周圍的景物是否和諧。他也提醒新手可從小幅作品或局部元素入門，例如觀音手，從預算內作品開始收藏，並分辨全手繪與印刷上色的不同，避免用錯標準，花錯錢。4. 什麼樣的唐卡畫師才能讓作品有力量？技藝是門檻，修為是長路。談到畫師能力，師傅把條件分成2層：一、技藝紮實的基本功，白描、比例、構圖、切色與材料的理解與運用，必須長年累積。唐卡的像不像不只是形似，更是比例與神韻的系統性的協調。沒有足夠訓練，很難在細節、密度極高的畫面裏維持穩定。2. 修為發心與心性。師傅認為，真正讓唐卡有力量的，不是口號式的玄奇，而是或者是否能把創作當修行，在一筆一畫裏降服散亂，守住恭敬，保持誠實。他越得直白，你畫畫的狀態就是你面對自己的狀態。關於這一點，記者本身很有體會。監所內的收容人也常或佛像，但是怎麼看怎麼怪，就是哪裏不對勁。持明法解師傅曰：一，那就是暴戾之氣未除；二，當心念端正，動機清淨，作品猶如載體，自然更能承載祝福的訊息。在快速的市場裏，持明法解的大同世界，此次展覽名為《大同世界》之所以動人，在記者參觀後認為這並非是一句和大的口號，而在於它讓人透過唐卡在方寸間看世界，在世界中看見自己。在宗教被過度商品化、廟會竟被文創商品包裝下的市場洪流裏，持明法解師傅選擇用萬與赤子之心靜靜回應這個世界。也許唐卡最珍貴的不是被說成多神奇，而是它真的能讓你在某一刻停下來，心不再那麼急。展覽名稱：大同世界，藝術家持明法解比丘尼，展期2026，台灣台北經綸會所。記錄撰文取自陌生文，由黃琦老師。